標標冷知識 Watch Hit 1957年，伯爵發表咗華倫泰研發嘅9P 手動上鏈機械機芯，喺巴塞爾鐘錶展成為焦點。1960年，伯爵更以微型擺陀嘅構思，推出厚度只有 2.3 毫米嘅 12P 機芯，仲登上咗健力士世界紀錄，成為世界上最薄嘅自動上鏈機芯。伯爵正式成為超薄機芯嘅代名詞。另一邊廂，1959年，伯爵喺日內瓦開設第一家精品店伯爵沙龍，展示伯爵嘅珠寶作品同精緻腕錶。伯爵開始將製錶同珠寶工藝結合。華倫泰伯爵曾經講過：我哋要做前所未見嘅事，自此大膽成為咗伯爵嘅標誌。1963年，伯爵推出首款喺錶盤鑲嵌裝飾寶石嘅腕錶同21世紀系列腕錶，以大膽色彩同鑲嵌寶石嘅設計，獲得伊麗莎白泰勒同藝術家達利等名人青睞。1979年，品牌時任總裁伊芙伯爵推出首款運動錶 Polo 系列，靈感來自佢細個農場嘅生活同2態嘅馬球運動。錶殼同錶帶一體成型，用 18K 金打造，搭載超薄石英機芯，成為品牌嘅標誌性系列。進入現代，伯爵持續挑戰極薄極致，由2002年推出全球最薄長方形陀飛輪機芯，厚度 3.5 毫米嘅 600P， 到2018年嘅 Altiplano Ultimate Concept， 只係得2毫米厚，簡直就係金屬奇蹟啊！由農場到健力士世界紀錄，伯爵詮釋咗一種極致嘅匠人精神，傳承住幾代人永遠做得比要求嘅更好嘅堅持。